石仔伫华人的观念当中，代表稳重、久长，嘛会当做真侪无共款的变化。平常时咱看到的，无论是厝里的地板、牛条、店里的桌仔、椅仔，也是庙里的石狮、灵条、壁刀、石雕，这寡拢是用石仔做出来的。不过，对着时代变化，同款款的石头用品是愈来愈罕得看到啊。即马敢若剩伫咧庙里，阁会当看到大量用石仔做的物件，尤其是石雕。头手的迄种做法哦，大概有2个方式。第一个是拍吼，拍就是这大个拍落，这要拍深落，还是要凸起来，吼。啊来，即马点就是讲一个，你个形体拍出来了后，我要点好油。伊有大细个，啊要点甲足油的。这寡幼路的石雕，拢是较早的师傅一刀一刀慢慢啊刻出来的。好佳在即摆的石雕师傅有现代工具的帮助，速度是加真紧。不过认真对待每一项作品的态度，煞拢无改变。到底一件石雕是安怎做出来的？咱阁爱安怎去欣赏一件好的石雕作品呢？今仔日，咱就做伙来了解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，这是台湾款，我是主持人嘉豪。咱常常出国去佚佗，咱看到真侪国家有无同款的石雕艺品。也在这集要来讲咱台湾的这个石雕。自细汉到大汉呢，其实我看到阮三峡这边的这个祖师庙啊，迄个石刻是刻甲非常的精彩，也在内面有真侪这建筑甲故事伫咧内面。今仔日拢要来一一的来甲向老师来请教。今日邀请到2位内行人来到现场甲咱开讲。头一位要邀请的就是咱台南市传统工艺石雕保存者，咱的董延山董老师，老师你好。主持人你好。第二位要来邀请的就是咱鹿港在地文书工作者陈树贤老师，老师你好。主持人好，大家好。老师吼，你这研究这石雕吼，会当讲吼研究要真详细。也想要请教老师一个问题，就是讲，咱通常所看到的，亲像我拄讲的三峡祖师庙吼，伊迄个石雕车足多足精彩啦。除了伫咧庙吼，这个石雕、灵条、石壁以外，这个石雕的作品，往往拢会出现伫咱生活当中的大几部分啦。是。目前咱即摆会使看到石雕的部分吼，大部分拢是咧庙宇内底啦，庙宇内底。啊，第二就是，因为伊做拍石的吼，除了做庙宇以外，伊嘛是会做这坟墓哦，石雕的迄坟墓的一寡作品安尼是。哦，所以其实算是蒙牌嘛，算是石雕一部分嘛。蒙牌伊本身，因为咱知讲较早吼，这坟墓馆顶伊迄蒙牌爱刻一寡字嘛，哦，啊除了刻字以外，伊蒙牌边啊，伊嘛是有一寡即个花草，啊，所以大部分拢是咧庙宇内底，还是咧墙仔内底迄个坟墓的蒙牌。是。啊，甚至有迄个墓的头前有无？迄比如讲棺的墓，或者棺节的墓，伊头前有石马吼。这嘛其实嘛算是石雕一部分。是，但是这部分是较少一点嘛，吼，因为伊迄是做官人才有的啦，哦，一般的民间是无这部分。对。啊，其实真侪，抑个迄个官方的迄个牌匾啊，嘛是石匾顶头，嘛是会刻花草。是。比如说咱一寡庙宇吼，伊起好的时阵，伊会采一块石碑，石碑啊，石碑馆顶伊除了刻字以外，伊馆顶有一寡
比如说双龙抢珠，还是讲一寡花草会刻在管顶。对，因安尼我扫落去请教吼，就是讲，迄个庙吼，画庙拢是，比如讲啊，一级古迹啊，迄就是足古早吼。因安尼我真好记，就是请教老师，亲像恁鹿港灵山寺，伊迄个入去吼，伊迄涂骹一块石安尼，逐块拢摆甲足整齐。就讲以现代即摆工艺，因为有大型的重机具要裁，是真简单。遐用过迄个石安尼，遐尔啊整齐，遐尔啊大块，啊遐个石头是由对带来啊。因为在石头吼，基本上我过去泉州看过。咱较早一直想讲在石头是不是咧深山来来？基本上唔是安尼。因为咱咧泉州吼沿海真侪所在拢有迄个石山。所以就就地取材。那施东时伊是安那有遮侪石材会过来咱台湾，就是讲施东时伊爱压船舱啊，伊咧船舱吼，伊需要有重量。是安那按大陆过来咱台湾需要有遮石材，就是因为早期是。在一寡布匹啊，一寡中药材，所以较轻就爱在压舱石。过来咱鹿港多一户2落3万架，鹿港是上大的一个港口之一嘛，对不？在石材就铺咧像拄则主持人讲的，这鹿港龙山寺的头前景点有真侪在石料。所以其实迄个石料就是本地伊需要用，就是咱就是这运来到台湾了，就是家厝内，将做就是庙所需要一部分就对啊。因为安尼我想要来请教当老师啊，就是讲吼，迄个石头偌定是我唔知啊，我用头壳去弄对我来讲拢足定的啦吼。也唔过吼，也想要请教老师啊，像你做这个石雕吼，拍这石头这部分啊，敢有法度你手一摸就知影讲这个材质无共款，是好做啊歹做。工区咧叮当，你就知影。石头好歹，你做好做歹做，伊冰软嘛，有诶较脆，有诶较嫩。30年前这段时间，差不多20几年，我学师啊，甲20几年来差不多拢是拍观音山石。观音山石，伊有门光空，又较软，伊刻啊较袂遐油，所以伊咧刻会较好刻。较好刻。所以伊早期拢是用。手工嘛，拢是用迄个火车的迄个镜仔钢，用钢落去拍，落去拍做工具，所以咱就爱学眼钢嘛，学拍工具，较早用观音山石，观音山石本身嘛有定软啦，但是伊到尾啊，就是差不多这30年来，因为大陆开放，咱过去迄边大陆迄边。接到迄种青岛石以外，咱才知影讲青岛石迄种青岛石伊的密度足悬啦，伊较无门空，伊所以伊的迄种个材质较嫩，比青岛石有较定，所以平你若刻起来，当然是青岛石刻起来较水啊，早期都无青岛石人拍。但是你若要讲古早以早，就是拢青岛石嘛，拢大陆迄边用青岛石过来台湾做嘛，所以较早遐老师傅像鹿港龙山寺啦吼，迄个南军新，鹿港迄个妈祖庙，因咧较早期拢用青岛石做，青岛石是好安怎？青岛石嫩油，我都拍甲足油。所以你咧拍中间啊，拍甲足薄的，伊还阁无用会歹。观音山石就袂堪一啦。所以观音山咱台湾尾仔咧做这观音山石，你一般咧看拢较粗。就是伊做起来做工，外口看起来形体会较粗。青岛石高。青岛石伊会当拍甲足油足薄。像你就讲咱一支刀，迄刀把伊会当拍甲足薄。观音山石唔敢拍甲遐薄，拍遐薄就断去啊。对。因安尼老师除了咱台湾看到就是这两种材质以外，敢有其他的款石头，迄个性质嘛是有摕来做这个雕刻的部分。竹石，其他石头以早捌用金山石啦，但是迄嘛较无普遍啦。一般量上大的拢观音山石。即马来青岛石咯，青岛石伊迄离大陆是足侪山头拢有青岛石，伊嘛有分好歹，所以阮咧用的青岛石伊有
基本上几项啦，有大概有几位的迄种青头石。早期是迄种马头青头石是较定，伊青度较袂遐青。所以伊来讲，伊迄个马头石，伊的青头石是规粒，伊山凹了是规圆。是规圆，你要爱偌大的春潮，你才会破。你若伫泰顺那边浙江，福建甲浙江的迄个交界，泰顺县遐，伊迄是平石。伊迄石啊，就规个山坪，像咱台湾第一石安尼啊，伊迄规山坪拢青头石。但是内底拢有暗架。所以你有当时零条拍好，向阳盖断，你毋知影。所以伊内底有足侪暗架。所以到尾泰顺的石就无用啊嘛。即马马头的石啊，用甲，因为伊迄个青头石足细窟啊，石矿细窟，用甲嘛拢无啊。无尾啊，我尾啊有接到是到罗源的青头石是我感觉上好啦。伊青度后厚，而且润度也好，嘛较袂遐定。所以尾啊感觉离罗源用的青头石会较好。安尼我想要请教陈老师啊，老师做这石雕研究遐尼济啊，但是亲像讲这张图片，以我本身拜拜了解，我想这应该是一个北港妈祖庙啦。安尼这个龙条吼，要安怎欣赏？我因为做囡仔时阵，拢会去拜这、去摸这、去抱这吼。毋过吼，这要安怎欣赏一个龙条伊会水也歹。对，基本上吼，咱会使看到台湾的龙条，伊是有断代的风格啦，就是讲无同时代伊的风格拢是无相共的吼。咱即摆看到这张是北港妈祖庙的观音殿的龙条，这对龙条是乾隆40年。西元1775年的龙条，那咱看到这对龙条，伊是单龙盘柱啊，伊无镂空就是空隙，加龙条观点搞一寡云纹啊咧，这是早期龙条的一个风格啦，落尾慢慢啦在龙条伊有一寡八仙的人物会出现，甚至甲日本时代有一寡人物。这个人物戴旗的骑着马，这《三国演义》一寡这《封神榜》的人物出现在上面了，所以咱会使看到欣赏龙条，会使看伊的一寡工艺，伊尤其是咱拄则讲到的载质，载质我了解是这青刀石是玉昌湖的青豆石是上水的，所以咱会使点像拄则讲的鹿港龙山寺，迄有玉昌湖的青刀石，目前还去保留掉的。迄个龙条顶头遐个龙啊，讲因为我看有的龙，伊介上有3个针头啊，有的嘛4个针头啊，嘛5个针头啊，这有啥物款的差别？是3了、4了、5了这基本上是安尼啦。一般是咱较早看到皇帝穿的龙袍是5了的，五爪金龙啦，那一般的王爷是4了的，就是咱讲的蟒袍。但是咱即摆看到咱台湾大鹏的龙条拢是4爪。4了的爪，偶尔会使看到3了的，但是较少。但是我咧做台湾的一寡龙条的资料的时嘛，捌看过5爪的龙柱。比如说咧鹿港的妈祖庙，妈祖庙的后殿是玉皇大帝殿。玉皇大帝你看，伊是民间信仰最尊崇的一个神明嘛，对不哈？所以龙条伊是做5了。是。所以因为伊的级数无共款，伊就做5了了，对啊，对吼。安尼我想要顺续来请教老师啊，就是讲吼，真济迄款庙吼，因拢讲哦，阮这庙吼是自古早就是对迄个登山请师傅来甲阮做这个庙的这个吼，里里扣扣啊，毋管是大木啦、幼木啊、石雕，拢是请登山师傅来做。敢真正迄个时阵会特别去请登山的师傅来甲咱做这物件？目前就阮所了解甲调查。确实是安尼无对，所以咱咧台湾的一寡碑文馆顶嘛会使看到，伊做师傅来泉州的惠安，惠安这个所在，因为惠安这个所在第一伊出产石头，第二有一群师傅修，专门咧做石雕的，做石雕这个所在所以芳泉啊，芳泉是山峰的峰，我即摆是用泉州腔落去解释那个山峰的峰音所以芳。前面的前所以泉，所以芳泉庄这针拢是姓蒋的，
因拢是咧拍照。但是隔壁阵嘛有一寡咧拍照的，比如说姓张的，哦，姓辛苦的辛的，哦，因啊姓蒋的，哦，以蒋的姓蒋的这师傅吼是咧咱台湾著名的，所以师东时因就是按登山过来咱台湾，啊来甲台湾为咱台湾留下真侪真水的石雕。对。啊，其实今仔日有几张相片是咪当请老师甲咱一一介绍，就是讲这石雕要安怎家己欣赏。是，咱即摆看到的这吼是即个南昆新啦吼，台南的南昆新，因为师东是咧日本时代伊定起，啊，即个时阵来三派师傅来甲南昆新做石雕。咱即摆看到即派吼是惠安的蒋欣嘛，蒋欣吼，即派师傅伊留落的作品，所以咱会使欣赏伊的人物的比例。第二吼，因为伊用上好的玉昌湖的青斗石哦，因为拄则老师有讲过吼，这石材真好，所以伊的人物的五官可以刻画的淋漓尽致，所以还有。咱即摆看到这吼，咱会使看到伊的五官，他的表情，伊的体态，对无姿势哦，所以咱看到伊的关键手头提武器，你想咧迄个时阵没有电动工具啊，用手怎么落去拍，会使拍到才有，啊有一寡内机外晓，哦有一个层次，啊所以伊即个石雕是非常精彩。第二，拄则董老师有讲过，即个。观音山石，伊的材质咱会使讲较拍心，哦，伊的毛细孔较大，所以真侪台北的一寡石雕，伊的五官吼面型伊就无法度很淋漓尽致的甲呈现出来，所以咱看到真侪石雕，伊会用颜色去勾勒。啊你若甲迄颜色甲勾掉去，他脸是糊掉的。对呢。所以你即摆看到这个吼是非常精品的石雕作品咧，咱台南的南昆生啊，还是咧。鹿港的妈祖庙啦，哦，跩拢是师东时登山师傅过来咱台湾拍的作品。对，其实老师讲到一点就是讲吼，其实北部真侪庙有迄个雕刻吼，伊伫迄个石雕这个壁刀顶头，这个吼就是庙红仔顶头，伊可能用白色、黑色、金色、红色落去家，就是画迄个边啊，箍迄个边啊，互伊迄个视觉的感觉更较立体的对啊吼。来看后一张。老师，哇，这灵条真精彩，就亲像有老师你拄仔所讲的吼。除了这个灵的，伊是夹在顶头了啊，伊个有浪空，了这人开始有带徛。对，老师这是伫倒位？新竹的城隍庙哦，新竹的城隍庙基本上伊这对灵条是一个招名的师傅，做新阿舅。哦，这个新阿舅伊本身在日本时代做灵条非常的有名，所以真侪。足侪庙宇吼，伊咧定起的时阵，拢想要请一派师傅哦，过来恁的庙来拍这石雕，所以咧这对灵条馆顶会使看到新阿舅伊的一个路款啦哦，所以咱会使看到伊的灵头的一寡做法啊，包括伊馆顶的人物带旗啦哦，啊真侪镂空是，所以伊这是很精彩的一对龙珠。来看这张吼，我看这个边啊，这是。石鼓边啊，有写这个张花讲，请教老师，这个张花讲以啥物款的师傅？对，你看到伊落款的馆顶写惠安啦，哦，所以伊本身是伊嘛是惠安来的师傅。这个张火广吼，伊是咧咱台北台湾较有名的一个拍石师傅，但是伊的作品拢是咧日本时代，但是伊咧差不多昭和2年吼，1927年伊过往的时阵，伊的后生叫做张木成，木成师伊继承了他的一个石雕事业，所以这个张火广的儿子张木成，伊被称为大石皇帝啊，拍石皇帝，因为咧讲好了后，台湾真侪庙宇定起的时阵吼。伊冇真侪场，所以大家拢叫伊拍石皇帝吼，张木成。这个作品吼是咧背地处吼，背地处是桃园的八德，八德的三元宫，所以三元宫咱会使看到，伊的作品因为有看到知讲是伊的风格，所以咱会使看到这对灵条，咱看到伊的灵条的灵头的风格，甲咱拄则看到新拉石完全无共，所以时当时我就甲台湾的一寡灵条。做真侪记录，落去做风格的特色比对，所以咱即摆若看到灵条像我啦，看到灵条基本上会使分辨
都一派师傅，有伊的拍照的一个脉络嘛，对不？伊的风格呈现嘛，嘿是。也讲到咱的台湾的这个石雕非常的精彩呢，提醒观众朋友去庙里呢是用目睭看，千万唔通用手摸，也不理个这个拍照吼，这个石雕的功夫究竟有偌深呢？咱需要休困一下，卡顶下请董老师甲咱详细解剖。咱常常听人讲吼，若准备学师傅吼，正做一个师啊，学3年4个月，才当出师。事实上吼，真侪工艺啊，伊是爱用规世人的时间伫咧学习，而且伊在这个做的过程当中，也一直进步，一直来进进。也想要来请教到咱的董老师，你当初是啥物款的原因，开始踏入去做石雕这条路？囡仔的时阵吼，无钱通读册，迄个时阵差不多大家拢。高校毕业就是要学功夫嘛。我做8个月这班，这班做了，感觉无爽快啦，感觉人伫遐做迄个工课无好。拄啊，倒来休困的时候，伊有假日倒来休困。阮东山大庙拄啊有咧起庙，拄啊起庙咧拍灵条。因为当时阮住的所在吼是一个地动了后所搭的迄个临时厝，临时的临时屋啊，阮住加迄个拍照的拄啊伫隔壁。所以我看因遐个师傅咧做吼，迄阵遐师傅大家拢足爽快，感觉讲，因为拍照的迄个时阵吼，咱一般这插花这个展览吼，这。平均一工啊，比如讲100块咯，拍照300块。所以因迄阵的因的生活足好啦，大家看足欢喜，我看因遐师傅，大家拢总感觉心情拢足好啊。所以看了咱的心就哇，就上会心生。尾啊，佮看因举铁腿安尼讲哦，这练到尾啊，身体一定足好的。所以我就。心就咧动啦，咧动拄啊，阮师姐，我一看，阮师姐甲我问看我要学无，我尾啊，我就想，我有想要学尾啊，伊就甲阮师傅讲，阮师傅甲因咧喊阮老爸，阮拢住做伙，所以伊就喊阮老爸讲到尾啊，我才就学拍照。今仔日来到现场啊，请教老师一下讲哦，这个。做这个拍照啊，这个过程吼，其实伊爱有用到真侪工具，是咪？咱请老师伊甲咱介绍一下。我当学师啊，吼，甲差不多18岁中间吼，这段时间拢是纯手工咧做。所以手工咧做，当然就是拢用这钢铁嘛。用钢铁，这石啊定甲。钢铁咧用，所以咧用足紧歹。所以每一工拢着爱学师啊，一定爱透早5点起来爬起来，爬起来开始就起炉火，开始学拍铁。迄阵一工差不多拢就学100-200支的迄种闸马。闸马。就这种闸马吼，像这个闸马拢100-200支，拢拍歹就换，拍歹就换嘛。所以你要准备做些闸马。学师啊，就是爱先学拍铁嘛，就从修理工具到到7点半，7点半钟的时间拍铁拍好，就食饭食8点才开始落去做，落去学拍照。对，所以一开始就先爱用这个起迄个炉火，起炉火，起炉火，所以其实起炉火的目的就是讲在。咱嘛，你就是爱替这师傅吼，就是真正有咧做这师傅，甲这功夫基本功夫甲传好势，修理又好，一工所用的闸嘛，就是迄阵要拍的。安尼我想要请教老师吼，为迄个细机到大机啊，佮有的是尖的，有的是扁的，这伊的功能是咧创啥的？石啊有分3种师傅啦，一种就是平直粗胚，来就车手，来头手，这3种师傅。基本上头手的是上重要。你这个功夫要规个工，迄个工程要做吼，拢来头手落去安排。安排了后，才粗胚种，遐个较粗的，
落去拍掉，啊拍掉来即马头手会才落去画粗胚，粗胚了头手会才拍迄个造型出来，啊造型出来来车手的才落去拍油，头手会才搁画线条，画线条了后车手就开始刻个线条，刻了后才搁透人，安尼即个才算完成一个石雕。所以其实伊爱这一个作品的过程当中，其实爱有真侪师傅大家互相配合的，对，互相配合安尼。吼，呀，安尼我想要搁请教老师哦，就是讲，因为我看到这个工具，这一块应该是木刀，啊，你拍石啊，敢唔需要用到木刀？有啊，咱粗胚吼，就等于咱做木的大木。哦。所以粗胚，迄个做粗胚，伊一定爱做迄个切直啦吼，做一寡迄个切直角的啦吼，啊是粗角，这所有的拢都一定爱这啦。爱木刀加这个，啊这锤啊是咧锤顶嘛。锤顶的。哦，这是安尼啊，粗胚咧用的工具吼，粗胚咧用工具就拢差不多这啦。哦，这样。啊，这卡嘛是粗胚，这砂尖这是咧破石头，这块石头要破必开，就是靠这支砂尖咧破。哦，这就是差不多粗胚咧用的工具啦。我感觉这差不多一支应该有1-2公斤重哦。无啦，无遐重。无遐重哦，因为我感觉开是真不哩遐重咧。哦，对咧。有哦，这有真正啊呢，想要请教老师呀呢边啊这看下这种业啊这个创啥？这就咱即摆要修理工具吼，这业啊就是业安尼，这就大站的钳啊嘛，咱即摆不会不红，吼不红就是伫遮，就是伫遮咧拍。哦，安尼拍工具拍好势安尼，哦，即摆才落去干工。哦，来这就是车手的咧用的工具啊。这支就是咧拍石狮迄个喙，石狮迄个喙有啊。石狮迄喙要拍内底要拍一粒珠啊起来，就是靠这个叫做蹦墙。蹦墙。拍一个练一个，拍一个练一个，啊，即摆练一直练到入去到内底。啊！才4个练灯拢空练较好，才换这边才去练。啊，练甲两边相同。哦。所以迄粒石狮、迄粒珠啊，就是主本规底石神拍到迄粒珠留在内面，对啊。啊，来这头手的是这啦。呀，安尼我想要继续请教老师吼，就是讲拄则这块吼。这块看起来应该是铁基咯，铁点。啊，这是安怎来的？迄都嘛是去买啊，去买人铁基咯拆起来要来的。哦，拆起来。对。啊，所以来讲，既然是讲伊为什么一定要用铁基咯这款材质去做啊？伊这种铁基咯的钢哦，特别无共款。无共款。所以你淡仔安尼讲，伊会较袂消磨。所以伊的钢是足好啦。这工具就是伫拍石头以外，啊上重要就是后壁伫讲的这吼。其实我看老师其他在遐个钢锤啊，其实有无共款的。我有看有迄个吼柄吼是直的，啊有的是坏的。那钢锤啊，所有咱举安尼要讲的吼，一定拢爱刀，即个刀落。啊，这小可修安尼，修一个弧度啊。所以咱咧拍中间吼，咱来拍落去，伊这个弧度，咱手免举起来。这个拍落，安尼拍落去时，伊才会平啊，才会着中心。啊，你若像这直的无弧度，你要拍着中心，你举起来。手要举，对。啊，举起来，所以你的手袂堪切啦。所以你就爱，这早期吼，这是买啊体会无伊早，师傅也无咧讲这，就讲叫咱收铁锤啊，收铁锤边。安尼落的是你才有法度一直讲，讲过来点钟你一直讲，较袂忝啊。你讲的对个，讲的对个。啊，所以拢是靠这个安尼咧讲的。
所以迄个作用就是安尼啦。啊，这倒推这就得的啊。哦，这就咱普通拍落是从往内面嘞，石头从往内面安咯。啊，你倒推25起，64起到100起。你即马对粗的25开始动，要动互平，啊伊哪动哪摇嘛。啊，怎来64，来才100起，动摇了后，开始就是要崩啊，这个崩啊就是要倒啊花啊，要倒个油，伊就上油的就是迄个纹路嘛，倒到花的纹路。在你这个拍石吼，就是做石雕这个过程当中，你认为上困难是哪部分？哦，若要讲困难，就较早手工咧透空上困难。哦，亲像石狮乌喙迄空是啊，先呐。石狮咧乌喙，咧乌石狮迄个喙嘛是足困难。你有当你若乌无好，规个头壳裂开。啊，甲咱咧透空，你若早期咧手工咧透空的时候，这针啊安尼开始拍，安尼拍，拍到有当爱足油，我甲算了，拄啊1分钟拍160个，所以伊个拢靠安尼一直咧刷到你都爱拍有好势，才烫会过哦。你若料拍无好势，就规个都夹起来歹。啊，所以以早这个透空哦，要透到讲内底透到会好吼。因为你透空过了后，佮爱清迄个底啊。啊，清迄个底佮较困难。所以你手你若干无好势，拍落的时候，大个你要大个袂落去啊。啊，你即马拍大个，有当手无好势，当翘起来。啊，翘起来就规个拢歹啊！所以以早这个透空是真啊足恐怖啊！若佮想到以早，迄规个头壳有当时啊，拢流凊汗。对，因为其实等于讲你讲的迄个每一个，其实是爱迄点爱精准的。对啊，啊大细啊油爱油甲足油的，啊而且伊的方向你袂使直咯，你是爱拍粗的。爱拍粗的，袂使拍直的。对。呀，今仔日在现场吼，老师有炸你的作品来，就是坐伫咧老师你的迄个倒手评价吼，这就是这是两架狮心。对，两架狮。这老师这两架狮，甲咱庙里所看到的石狮有小块无共款，是毋是？咱请老师甲咱介绍一下。这只其实这只一般来讲，这只是Peking的。Peking哦。日本来讲，伊嘛是算因的狮啊。啊，但是伊名就号做 Peking。啊，实际上你也看伊这是高公腰的。高公腰的，哦，腰的腰身。伊特别腰身较高公腰。啊，我这是兴趣啦。兴趣拍出来。啊，这只是我家想的。以咱现代的迄种个动物的迄种伊的肌骨的迄种，伊的骨质吼，所应该的像讲拗落，爱伊迄个骹坐落，伊内底迄个骨质爱拗安怎，较合理，这是尾仔我家做出来。这就唔是讲照传统安尼做啦，因为我尾仔咧做嘛是拢一直咧变，其实今仔日啦，其实除了老师有早家己的石雕作品来到现场以外，事实上呢，咱去到庙里哦，会当看到迄个石狮吼，徛伫迄个庙的上盖头前。不过你敢知影讲吼，徛伫咱的迄个庙头前的石狮，咱不时拢去家摸，去算伊喙内面迄粒珠啊。但是事实上，一只石狮一顶头的造型，甲伊做法其实有真侪微微角角。不过咱先小休困一下，较等下请老师甲咱解破。若要讲石雕伫生活当中的应用，菜伫庙门外口的石狮，应该就是上接看到的方式之一。原底伫亚洲就无狮，咱敢若伫咧石雕也是刀画顶面才看会到狮，这拢是古早人流传落来的。石狮伫每一个时代拢有无共时行的模样，
所以偏偏是石狮，伫无同的时代，也是无同的地头，就有无同款的形态。对着汉人登山过台湾的石狮，有代表吉祥甲守护的意义。所以伫现代社会，伫真侪大型的建筑物，也是桥头前，嘛会当看到石狮。这嘛代表着台湾人对石狮的感情甲敬重。听讲看石狮造型，就会当知影是虾米年代制作的。伫台湾这粒小小的岛屿，听讲石狮就分南狮甲北狮。又搁是安怎对日本时代留落来石狮，颠倒看起来却像古锥的狗仔？到底台湾的石狮，抑阁有偌济咱毋知影的故事呢？讲到狮的形象，伫咱台湾啊，会当讲是真济。随时像迄个观音佛祖吼，有一个坐起来是坐一只狮，啊，在咱的庙口呢头前也有两只石狮，伫金门也有这个红狮爷。想要来请教到咱的陈老师哦，这个狮的形象伫台湾吼，会当讲是真接出现，为什么会用狮这个形象啊？主要狮吼，伊咧咱庙宇头前，伊本身就有这辟邪的一个含义在哦，啊个祈求吉庆的含义在。那么咱看到咱台湾的一个庙宇内底在石狮，大部分拢是属于这闽南狮啦吼，这属于泉州、漳州这一带的形式。啊，但是咱嘛是会使看到一个潮州的一个风格哦，所以咱会使看到咱台湾的一个庙宇吼，比如说。咱即马看到这个天公坛，中华的天公坛，伊头前这对石狮是中部非常精彩一对，但是咱会使欣赏这对石狮伊是青豆石做的哦。哦，第二就是讲伊的风格无同。哦，伊是安怎讲呢？伊这闽南狮吼，咱怎么分它是公的还是母的？就早期伊的形状吼，公狮是喙是开的，啊母的是闭起来。嘛是欢迎施东西的一个社会总控，男主外，女主内。但咱慢慢看到吼，后来的那个狮子吼，伊的嘴巴会母狮的嘴巴也微张了。啊，近代看到的母狮嘴巴张得比公狮子还大。伊嘛是反映今摆社会状况哦。啊，所以拄则讲到讲，这个潮州的狮仔吼，咱今摆看到这是我去广东潮州的庙宇甲宗祠吼来对翕的吼，所以咱会使看到潮州的石狮，佮甲咱台湾看到的石狮有一点点啊无共，对无？哦，所以会使按伊的石狮的风格哦，会使来分辨伊的造型。对。也安尼老师我说落去问啊，这个石狮吼，就是讲伫北部甲南部吼，伊迄个石狮形体。敢有无共款？比如讲哦，伊是北部狮，伊是南部狮。主要还是看师傅的风格啦。哦，大家师傅拢有伊的表现的伊的一个风格啊，所以一部分可能爱董老师等下过来甲咱归水节。主要就是讲，咱拄则看到迄个董老师讲伊的作品咧博犬啊，博犬这嘛很特别啊，就是讲咱咧线下看到这博犬吼，伊基本上伊是鸟居土里，伊是。造型伊是这样的，咱一般的庙宇是这样的嘛，对不？但是伊的神社头前是这样的，但是落尾吼，咱台湾的习惯就是讲，把神社石狮把它也移正了，但移正伊的头是向后靠的啊，结果再个甲左右甲对调，所以有时候咱会使看到伊迄个博犬的公狮跟母狮，甲咱台湾的庙宇有一寡无共的状况，就是因为以它的。原本的放的位置跟后来产生了一个不一样的一个状况。第二个就看到伊的博犬，伊的尾巴是竖起来的。哦，这嘛是分辨这个博犬跟咱一般的闽南狮会有不一样。所以拄则主持人你讲吼，一般还有所谓的大的那个分辨吼，是讲北方狮跟南方狮啊。就讲咱去北京看到迄个石狮有无吼，跟咱。在台湾看到的迄石狮造型嘛是无共，是原来是安尼。石狮啊，伊会当出现伫倒位？其实我捌看过有诶吼，除了庙以外，有以外就讲庙头前。
吼，我有看到有迄个敢若栏杆迄条顶头嘛有吼，啊甚至讲敢若讲，敢若庙顶的厝角嘛会出现着石狮，敢讲石狮伊出现的所在，敢有一寡规定啊？是真好吼，因为咱早期咧起的庙吼，你看早期的庙宇伊石狮袂拍伤大只哦，大部分拢是细细啊只，啊，喺咧庙角的所在，屋檐的下底迄庙角迄个所在。慢慢经济条件有即个能力啊，咱咧起庙还庙的时阵，伊石狮愈刻愈大只，啊，伊就刻咧，比如说伊的正门头前，还是讲咧刻咧伊的头前埕，啊，有一寡石狮会出现咧坟墓馆顶，哦，所以我咧踏查坟墓，真侪拢伊的墓手啊，墓手馆顶伊嘛刻这石狮，所以我会看到这啊，主要就是讲，早期是即号伊的。经济条件有到迄个所在，所以营造坟墓的时阵，伊就希望讲，伊要做较水的嘛，哦，所以伊会要求师傅，伊的墓手馆顶我要拍石狮。对。因为安尼我想要请教老师吼，就是讲吼，庙当然就是神明有石狮，就是讲有人讲石狮会当辟邪嘛，吼，啊，所以有两只石狮伫头前。因为既然是墓，伊是一个往生者，伊就讲伊的级数嘛无神明遐大，为什么伊会当放石狮？要慢慢啊嘛是讲伊是一个装饰物品啦，哦，甲做一下装饰，但唔拉卡石狮啊，我嘛捌看过这大象啊。四脚走兽大象啊，比如说高雄的城中和墓，哦，伊头前迄只象是目前坟墓内底看到上大只的，迄石狮嘛是啊，而且伊是施东时那个惠安蒋新伊设计的坟墓嘛，吼，用上好的这个青刀石落去拍这个坟墓，对啊，所以咱会使看到真侪装饰，伊嘛是运用咧石雕馆顶，爱运用咧坟墓。是，对，因为安尼我今仔其实有真侪张的相片吼，请老师一直来甲咱详细介绍吼，就是讲，我看着吼，这个应该是以下是判宫是吧？嘿，判宫，判宫吼，就是讲这应该是一个牌坊顶头，因为我看过吼，伊这石材看起敢有无共款的色水烧接起来，这个较浅，这个较深，啊，而且这个有这个石狮，啊，搁顶下再搁一个葫芦，这边这敢若是这是迄个。吃稳哦，对了，就是讲爱八卦的迄个，就是灵性九主其中一个嘛，对吧？哦，好，啊，想要请教老师讲，规个伊安尼铺排起来，伊这设计啊，伊这个目的是为着啥物啊？这个物件吼，伊是咱这张相片是台南的孔子庙啦，哦，孔子庙的牌坊，这头前有一个牌坊啦，哦，所以咱会使看到伊四支条啊作为牌坊。那拄则讲的迄材质无共对无吼？因为咱会使看到较白，这是泉州白石，泉州白就是花岗岩哦，啊，较深的迄个部分有可能是青岛石，还是讲观音山石拢有可能哦，迄可能爱现场了解哦。但是重点是因为这个牌坊伊头前有4对8只石狮，哦，这4对嘛是清朝时代正有的石狮作品，是。哦，所以其实伊一个牌坊也当配甲8只石狮。这个牌坊是较特别一寡啦，哦，因为咱看到迄个金门吼，金门的迄个贞节牌坊，伊头前嘛加一只石狮，一对石狮呢。哦，这因为伊做咧条啊头前变做夹干石的一个功用在啦。这坟墓哦，这墓头前来，咱看到咱正手边迄只上大只，迄就是陈中和墓头前的迄石狮。但伊这个墓是日本时代营造的哦，所以施东时张兴派一个招名的头手师傅，即张文华来甲遮做雕刻，来你仔细看伊的喙形是不是呈现八字形？八字形有哈，一个平然后下来对不？哦，那这是这个造型是咧日本时代较定看到哦。啊，另外边啊迄两张倒手边迄两张就是墓的墓手馆顶的石狮，但是墓手馆顶的石狮伊有的是安尼，甲迄墓的条啊是一体成型的，啊有的是甲分开的，像咱即马看到是甲分开的，石狮还石狮，条啊还条啊。哦，那伊。倒手边这对是青岛哦，青岛。正手边其实陈中和迄个石狮嘛是青岛石。这张应该这张真好哈，这对石狮你看，这大只基本上这是鹿港龙山寺。鹿港龙山寺咧嘉庆3年啊，西元1798年施东时就有这大型的石狮，所以表示讲鹿港
咧施东市的经济条件是非常好。但这对吼，伊管量落款，拄则讲的嘉庆3年嘛吼。第二，有两个商人吼，伊进线的，这两个商人的名嘛刻在管顶。哦，所以这对是咱会使看到鹿港龙山寺吼。伊这只是母的，来你看下底有这只小狮子有无？好，下方有一只小，嘿，对，所以符合咱拄则讲的吼，以神明的方位啊，男左女右，公的伊下底一粒球，母的除了球，有的无做球，但是伊加一只小狮子，发挥母爱的精神，这对是台湾的清朝时代会使做到这大只石狮是非常不容易的，对。也毋过老师你看哦。我有一个问题是讲，你讲这只是迄个龙山寺头前的，对。但是迄个时阵，伊的迄个腮部开嘴，已经开嘴啊，对。但是我即摆看到吼，真趣味就是讲，我去即个泉州的石狮啊，石狮市吼，伊的石狮即摆安那刻呢？公的已经嘴已经闭起来了，母的嘴打开了。人都卖啊！对，其实它也在反映着现在的社会状况。对，看这张这是鹿港妈祖庙吼，鹿港天后宫，施东市民国16年甲民国25年张翕嘛，辉煌的张翕伊来包的，所以咱先看倒手边这张，这张是朴果，你看迄石雕吼，因为伊是青豆的，所以伊刻甲足油的，来记外号足油的，正手边这石狮伊是刻咧。屋檐的下底，迄这对石狮，对。也安尼，我想要来请教到当老师啊，就是讲吼，老师你做过迄个石狮作品嘛，已经做真济。我想要请教老师，就是讲吼，咱通常要哪去分辨讲，这石狮伊的基本造型会有打几种，或者讲有两大种迄款大区别无？一般咱做庙的吼，拢是做南狮啦。拢是开喙的，公的这边就是有通宝，有通宝，母这边是狮仔囝，即摆咧做大概安尼啦，伊的形体甲各人讲的手法，即摆已经慢慢咧改变啦，无讲拢照古早安尼咧做啦，有各人的手法拢无共。也讲到咱台湾迄个刻石头吼、石雕的作品哦，有真侪是真水的作品，也搁留伫咱的身躯边。也不离过一个产业的，算是一种传统产业。到即马这款情形，伊是遇到什么困难，或者是讲伊未来会当继续安怎甲伊保存一个去？咱先休困一个，较定继续来讲。其实讲到咱台湾这个石雕艺术作品吼，不管是对台湾本地，即个请师傅伫台湾做以外，甚至即马有真侪新的这个业务吼，也对外国，甚至是中国嘅进口这个石雕产品入来到台湾是甲伊装起嚟吼。也不离个呢，其实拢是艺术品的这情形之下，来请教到当老师啊，这个石雕作品好啊歹啊，即讲有无要安怎去分别啊？你若做人物的部分，就是伊的迄种比例、人体的比例、讲五官，即马咧做较写实啦。要看车手看做了有无，就是透人嘛。透人你透人了愈侪赞，伊的工就较幼。而且伊咧雕刻迄个线条，看有流畅了无？来就是讲伊的美感做了出来，这个看是看这个功夫做了有无有咧看者啦。也安尼想要请教老师，你进前你嘛捌去过中国发展这石雕一段时间，也迄个时阵中国的石雕产业甲台湾的迄个石雕工艺是啥物款的差别？为虾米落尾你搁倒来到台湾？30年前，因为你大陆开放了后都。伫台湾这做石啊，都有人准备要过大陆。因为早期青岛石是大陆嘛，阮迄阵30年前打过，因一工才10块人民票尔。所以遐工钱足俗的，而且其实因迄阵已经袂晓做啊。因迄边的迄种个功夫已经断层。断层，所以因拢。阮打过遐，拢大概拢咧做石钉尔。
拢做一寡粗的，啊一寡迄种石墩啊吼，迄也会较粗花。啊，到尾啊，则咱台湾过，则慢慢搁教。啊，慢慢搁教，因则怎啊，有迄个底啊，咧教较紧啊，就怎啊做出来。啊，做出来当然到尾啊，因为大约因过差不多5年，我才过。我过了后，我才将我所研究的一寡的功夫吼，过迄边传啦。因为迄阵咱无过袂使啊，大家拢过嘛。啊，到尾变台湾遮拢师傅一直无工课啊，啊无工课拢就变摕迄边做啊。啊，而且就是因为我的做法，我到尾啊，我的做法是拢做三面立体啦。所以你咧看，你看正面也会使，看边啊拢会使。所以这是我的做法，啊，而且大关节，吼，将这个境界迄种会当深浅哦，做出来。以早咧做拢一排一排嘛，哦，啊边仔咧看，拢袂看着。啊，到我的手，因为我本身就头手的，啊，所以我咧做，我就开始就做这种方式。啊，尾啊，我过大了，我开始，你既然家己遐咧做，就爱教因要安怎做啊？安怎开始尾啊，因大陆做出来这种方式，就拢像我咧做方式啊。啊，即马来因迄边哦，大陆迄边即马开始用迄个雕刻的物件，渐渐要无去啊。因为因尾啊嘛是改变了用磨刻的。磨刻。所以因即马大陆做过来拢想磨，拢用磨刻的。台湾即马其实你即马要发展起来困难，因为台湾的庙要去你要搁找师傅，即马已经歹找啊，无几个啊。啊，而且阮即马是讲靠政府安补助安尼咧教学生。啊，教学生，毋过你学生拢是迄种一般社会人士嘛，啊来咧刻趣味嘛。啊，伊要刻有材料刻，伊一定要用磨刻的。啊，所以即马咧教拢教磨刻的。啊，你要用雕刻的吼，第一就讲有啦，即马目前你就第一着国宝啦。国宝政府迄边才出经费啊，专业咧看师啊，迄种的才有法度啦。啊，目前我都还无法度咧，我是台南市的保存者尔。所以还阁无法度有即种讲真正来学这门功夫。所以等于讲，即马是无专心的跟老师你伫遐学遮个。无也无迄个，因为你若要照步来吼，要落学吼，即个爱相当有专业啊。迄个教就安那无共款啦。对啦，啊，重要爱屈会调啦。对啦，爱屈会调。对。啊，所以就是有当时啊，咱要靠政府啊，嘛是，伊嘛是爱有迄个市场啦。啊，所以即马你若讲真正有要传承哦，因为我即马我已经69岁啊。啊，所以趁即马是体力也有法度做几年啊。吼，啊，但是这都爱有缘分啦。所以这种机会。啊，若到我的手无，就大概差不多无去啊。也想要来请教到咱的陈老师哦，就是讲吼，亲像阮一般人，阮遮毋捌石雕的人，若去到比如讲庙宇啊，要来欣赏遮的石雕作品呢。咱若甲庙宇内底吼，主要伊内底有真侪石雕的故事啦。哦，咱看咱一寡石雕的一寡人物的一寡身段，你想讲吼，这石雕的材质遮重，很沉重嘛，对无？啊，师傅是安那用伊的雕刻，会使互伊的衫裤、伊的袖摆、衣摆、裙摆，会使刻到遮飘逸、遮轻盈。哦，所以基本上它可以展现出来的。第二个就是讲，咱拄则讲的，咱看来欣赏一寡石雕，伊的人物的姿态、表情的丰富，哦，佮伊的空间的布局，哦，佮咱拄则讲的伊的内机外秀。所以咱若咧欣赏出来石雕的时阵吼。就不要用手去碰触它哦。基本上，伊在石雕的断面，尤其是刻
刻甲足油的所在，断面是足脆弱的。哦，是安尼。那当然啦，其实咱台湾的传统文化吼，需要呢有咱甲咱支持甲鼓励，或者产业会当继续延续落去。那如果讲的有在地产业，就千万一定爱支持咱台湾的在地。也今日非常感谢两位老师来到现场，甲咱开讲，看你这非常多谢，感恩。谢谢。讲到咱台湾的石雕作品是遐尔济，顶头有精彩的插花，这个花草拢是要来祝福咱在座大家。希望讲呢，你迄忙西头会出头，忙西尾会当互你春佳花。也邀请到咱的观众朋友呢，若去到庙里行到四界所在，看到这个石雕作品，会记得哦，用目睭看，千万唔通用手去甲摸，或者个文化作品会当继续永续流传落去。也邀请咱观众朋友后礼拜同一时间继续收看，这是台湾款，我是嘉豪，咱再会。非常感谢两位老师，感恩。